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时阵若是拄到代志，甲咱所想的无共，咱会讲竟然哪会安尼？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竟，竟然的竟，读过音竟第三条。台语字典解说这个竟有到底真棒的意思，像讲究竟安怎，也就是结果安怎。若是讲代志发展和咱想的无共，咱会讲竟然安怎。有一寡台语字典嘛有收毕竟的意思，也就是讲出一个理由到底安怎，或者是将其尾安怎。另外，还有一个词讲是救其然，同款嘛是毕竟安怎，结局安怎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读做竟然，会当讲是结果结局，也毋过一般咱讲的结果和原来按算的无共款。第二个词读做究竟安怎，意思就是我紧毕竟安怎，也就是总讲一句结果安怎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阿明普通时看起来个性那软，竟然会当代表学校去参加台语朗读比赛，阁得头名。唔知伊的功夫伫普通时究竟是安怎的呢？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竟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